这个韩国瑜的支持者，自从年初总统大选结束了后，就真少过来出现。明仔载就要罢免投票，支持者看到韩国瑜的处境是真不忍心，所以这市长咧走行程的时阵，大家是烧酒摕着标语对伫后壁甲相挺。韩国瑜嘛拍出着政绩牌，要来争取着市民的认同。另外，搁来加码，要来发放着职优体育选手的补助金。另外这边罢韩团体活动嘛唔捌停，是安尼一场接一场，暗时游行，二时车队来扫街，全力来催票。高雄市长韩国瑜出现伫公开场合，热情的支持者围伫个边啊，人客人，阁有人摕标语相挺。高雄火车地下化了后，市政府拆开铁桥仔路，通车的典礼，韩国瑜亲身主持，看起来相当的满意。上国道10号都不需要绕道，整个可以避免我们车流的回堵。罢免投票剩无偌济时间，韩国瑜讲嘛要对基层的体育选手加码补助金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补助的办法呢，是一个新颁的一个办法。每个月前3名每个月的补助金额，个人赛第1名8000元，第2名4000元，第3名3000元。这边为着转移罢免的注意力，一直讲伊市政，但是咱来看另外一边。最后的冲刺，有一场人嘛抓时间，好好来宣传因的理念。足侪人走出户外，和车队热情的握手，比出一个热烈手势，为因加油。这个车扫过程可以看得出来，不分蓝绿的选区，甚至有些本来是蓝大于绿的选区，我们还是得到非常多市民热烈的欢迎。车队4个拜访世界，行入去每一个所在，全力来催票。